弟弟，他们春节也这都送的，平时这个月最多几张的，这么几个都谢谢，上面不足为我说。跌的没跌的，说高分的。有点多，他们有点两个路上有个先生，晓不晓得？他们那给他说的，给好了的，给他参考的一点的，我不知道他说的的，你给他说的主要被给的，要不弄一些的，我不说些，就我告诉你，你们就我告诉你的，我都搞一点的，我不说要不去说，你要不说些，就不准备去给我们打开说。